后来乡亲啊，破发到1万块的时间就得要到了。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仔日明仔载2天审议到强化论性特别预算案，若是顺利完成到初审，上紧17号立法院就会完成三读。财政部长曾翠云讲，伫个总统公告的当天，财政部就会开记者会，甲大家讲领现金的各种方式。各部会来抢钱呐、趁火打劫啊！国防部最离谱啊！他等于抢的最多啊！报告，您可能有点误解，这个9000多亿是含这一次的1132。这个各项预算强行会吃到其他经费，国防部长高立雄强调正当性。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排审国安论性的特别预算案，其中外界上关注的破坏现金，民进党就没讲国家将会照真侪钱。你觉得我们这一次这样子的做法有遵照财政纪律吗？这一次当然这样，因为特别条例这样定了以后，就财政部来说，还是要去注意债务的一个控管，一定要在公债法的上限之下。部长，你如果这样讲，公债法举债的空间很大嘞，不预留一些扣打，将来国家发生变动或是发生天然灾害的时候，预备金不够的时候，那要怎么办？确实要特别留意。5500亿里面，举债的部分大概是1056亿哈，其他4000多亿大概都是用原本的税益剩余嘛哈，所以表示这一次的特别预算里面的时候呢，其实举债的比例其实不算高哈。是讲到底当时才会当领到钱，根据特别条例，通过特别预算案了后的1个月内执行发放作业，而且伫7个月内完成。财委会伫今仔日甲明仔载审议特别预算，要并明仔载出委员会。若讲顺利完成初审，按算会当伫14听诉委员会中摆入17个立法院会议庭完成审通。所以上紧会当伫10月底进前开始发放。总统公布当天，财政部会开记者会，告诉所有的社会大众每一个时间点我们做的事情，跟民众可以开始来用哪一种方式来领取。确实，很多民众一直跟我们反映，生活真的过不下去。行政机关、政府赶快发放这笔钱，不要用其他理由再延宕。已经确定死停，也毋过就惊有变数。国民党团呼吁赶紧通关，让民众量早领到钱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